行政院嘛已经伫公学乡设服务平台，后面就会当直接申请补助。内政部嘛表示讲，因会主动去灾民的厝里来访查协助申请。中央是认定讲，包括公学乡、凤林、林高、万影乡是灾区的范围，只要徛家是伫红色警戒范围，拢通申请哦。无伫范围内有饮水甲居住的事实，经过船长等人的认定，卖当申请。 伫电信据点外口一大堆人，灾民拢来到这，排队咧申请中央发放的慰助金。大家稍微等待一下，我们等一下，因为我们其实8点才开张啦。中央设的一站式服务平台，初期是正式启用，除了受理灾民申请35万的慰助金，亲像厝税、水电减免再申请，买当一摆做费用。包括可能旅宿的安排，或者是要复工的贷款，或水电的减免，或是一些租金的减免，还有一些相关农会的救助服务，可以在这里全部完成。虽然这条补助确实有一寡帮助，但受灾户嘛讲，因的损失是唔难安尼尔。另外，中央的发放作业和花莲县政府发现金无同，是改用汇款的。有这35万就会改善了。谢应急不够了，我那整个篱笆什么都冲毁了。门窗啦，或是比较大型的，可能就没办法。35万绝对不太够。我们是要用汇款的，因为我们的金额比较大一点点哈，我们怕大家拿回去会危险啊。 这些灾民的证件含假金铺啊，拢伫这场大水内面无去。伫申请补助之前，共款嘛是爱甲文件保护齐全，这当核对身份。中央公布出动一间查，帮助受灾户伫厝清领。在3到4天内把它给比对完吼，然后就会让卫福部尽速在确认跟拨款，所有事情会尽量赶在10月12号以前完成。中央列的灾区的范围是包括有公学地区7个村1837户，含凤林镇万影乡的一寡邻里，但是相关的 受灾标准爱安怎认定？佫是对一寡人是会当来申请的。红色范围内里面的名册都有，那红色范围以外的，它有淹水的事实，有居住的事实，村长签名，我们这个慰助金就会发放。行政院政委陈金德回应讲，只要居民的徛家是逢规伫的红色警戒范围，住户拢会当来清领。但是若无伫伫个警戒范围，毋过有饮水含居住事实，经过村长、村干事认定签名，灾民嘛会当申请。记者综合报道。